小说标题：美食吸血鬼。第一章：神秘的城堡。深夜，月光洒落在一座寂静的城堡上，它位于山顶，俯瞰着下面的小镇和广袤的森林。城堡周围是一道厚实的城墙，以及高大的哨塔，看起来非常坚固。城堡的主人是一个强大而神秘的吸血鬼，他的名字是亚当。亚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吸血鬼，他不仅是一个强大的战士，还是一位出色的厨师。他懂得烹调世界各地的美食，以及如何使用各种独特的材料和调料。他可以为客人准备出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，让人一吃就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和忧虑。城堡的美食传说已经传遍了整个世界，因此来自各地的人们会越过千山万水，穿越森林和沙漠，来到这个神秘的城堡，只为了品尝一道道美食。他们带来了各种稀有的材料和珍贵的调料，希望能够和亚当一起创造出更加独特的美食。亚当在城堡中度过了几个世纪，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，他曾经和很多人打过交道，但从未真正的接近过任何人。他一直保持着高冷的外表，让人难以接近他的内心。他总是感到内心的空虚和渴望真正的爱情。艾丽森一直对美食充满热情。这天晚上，他听说了城堡中流传的传说美食，不禁心中燃起了一股好奇心。于是，他决定前往城堡寻找这些传说中的美食。艾丽森一路上经过许多曲折的小径，踩着柔软的草地，穿过了浓密的树林，终于来到了这座高山之巅，可以俯瞰被食材养殖、种植和畜牧三种包围环绕巨大无比的城市。远远望去，在月光的照射，美食之都的神秘的城堡下显得十分壮丽。艾丽森深深被这座城市的美丽和丰富所吸引，他知道这是他品尝美食的圣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了亚当。他身穿黑色长袍，潇洒自如，高冷的外表让艾丽森不由得眼睛为之一亮。他对他产生了好奇心，便主动向他打招呼，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对话。当艾丽森走近亚当时，他主动跟亚当打招呼，问他关于城堡中传闻的美食。亚当一开始看起来有些冷漠，但在艾丽森的积极追问下，他渐渐地打开了话匣子，开始与艾丽森分享城堡中的美食和食材。随着交谈的深入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渐渐地拉近了。艾丽森，嗨，你好，我听说这个城堡有些非常棒的美食，你知道吗？亚当看起来有些冷漠。是啊，我知道一些关于城堡美食的事情。艾丽森，真的吗？你能告诉我更多吗？亚当开始说话。这个城堡有很多美食，但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我们的龙虾和烤鸭。艾丽森，真的吗？那听起来很棒啊。你自己也喜欢吃这些菜吗？亚当，是的，我很喜欢这些菜式，特别是龙虾，每当有机会我都会品尝一下。艾丽森流口水表情，哇，听起来太美味了。你能告诉我龙虾和烤鸭的特别之处吗？亚当，当然，我们的龙虾选用当天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鲜，用特别的调味料烹煮，口感鲜美，是城堡中的招牌菜。烤鸭则是经过长时间的腌制和炖煮，肉质鲜嫩多汁，配上特制的酱汁，味道更加美味。艾丽森收起流口水表情，听起来太好吃了。
下次我一定要来试试龙虾和烤鸭。非常感谢你的介绍。亚当分享了城堡中最著名的美食是龙虾和烤鸭。艾丽森对这些菜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表现出了流口水的表情，但也很聪明地注意到了自己的形象，收起了表情。他们之间的互动也让他们更加熟悉，开始对彼此产生了好感。当亚当提到城堡周围的城市是由美食建立起来的时候，艾丽森感到非常惊讶。他可能没有预料到这个城堡周围的城市是以美食为核心的，因为这听起来实在太神奇了。然而，这种文化在城市中的传播和热情却使他很感兴趣，因此，他决定进城品尝那些美食，体验这种独特的文化。